一欢，谁？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，快啊！啊！李公公，太皇太后不是宣我来看病的吗？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情，先进去再说啊！开门。 李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皇太后懿旨，将你们这些捉拿鳌拜有功的人聚在一起，每个人赐一杯御酒。龙小弟，我求求你去救救我哥哥，还有那些工人吧。他们犯了什么错？他们不就是看我打了你一巴掌吗？可是，他们就要因此失去自己的性命吗？这不公平啊！朕已经吩咐过所有人守口如瓶了，没想到还是传到了太皇太后的耳朵里去了。 现在太皇太后已经下了懿旨，朕也不好公然对抗她的权威啊。太皇太后的权威，难道比那些人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太皇太后要维护的是皇权的威严，这是紫禁城有很多规矩，不仅这里的大小奴才要遵守，连朕也必须得遵守。祸是我闯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之前打了你一巴掌，你打我吧，打我多少下都行。你别闹了，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？ 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太皇太后不会放过你的。等她处理完你哥哥那些人，就会轮到你了。那皇上，您还是先杀了我这个祸首吧。如果先杀了我的话，死在哥哥的前面，我就不会那么内疚了。懿欢呢，懿欢。 你还老说自己是朕的老大，一到这种危险的时刻，你就这么没出息的以死相要挟啊！您现在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奴婢，我只能求您大发慈悲，饶了我哥哥。少说的那么可怜，你什么时候把朕当过皇上？不一直把朕当成你那个结拜小弟吗？奴婢再也不敢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您现在是皇上，不是奴婢的龙小弟。皇上，之前都是奴婢错了。 要罚你就罚奴婢吧。你先起来吧。我不起。起来吧。这么跪着也不是办法。皇上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去救救他们呀？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，我肯定会内疚死的。楼下，皇上，你就救救他们吧。人自然是要救的，但你倒是说说，这要怎么说服太皇太后啊？ 您可以跟太皇太后讲齐桓公跟管仲的故事。当年，管仲为了救自家主子，向齐桓公射了一箭，但是那个箭正好射到了齐桓公的腰带上，齐桓公没有死。后来，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用管仲当了国相。管仲感激涕零，倾尽一生的才华，辅佐齐桓公，最后成为春秋五霸的首位。皇上，您不会连齐桓公都不如吧？ 论气度，朕自然是不输齐桓公的。可是你能比得了管仲吗？论治国之才，奴婢当然比不上管仲的一根汗毛。但是，你想招来人才容易，想找到像我这样陪你吃喝玩乐、赌骰子拼酒的人，可不容易啊。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。只不过。 早晚有一天，你都要出宫嫁人，不能一辈子留在宫里陪着朕，那朕岂不是很吃亏？原来您是因为这个呀？那您现在想怎么办啊？跟朕说说你那个青梅竹马吧，他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，家世如何？
这个属于奴婢自己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那你总得告诉朕，他的外貌仪表、才华气度、比朕如何？这个嘛，我也没法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让你说，你说不就完了吗？那我真说了，你可不许生气啊！笑话，朕在你的心里度量那么小啊？他确实没有皇上您高贵俊逸，但是他很温柔，对我特别好，人很老实。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我可以把他吃得死死的。不像你，今天说这个你开心了，明天说那个又得罪你了。那你爱他吗？二师傅，我头晕。师傅带你去休息啊。二师傅，一会儿他是在装病，你千万别上了他的当。一会儿大家练完功，再罚你扎半个时辰马步。玉欢妹妹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好吗？欢妹妹，这个给你，我们和好吧。核桃酥，那。哎呀，皇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说这些闲话？您赶紧跟我去救人吧。皇帝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好奇心，甚至也会嫉妒。龙小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他们人头马上就要落地了。放心吧，这个宫里没那么容易见血，要灭口用的都是鸩酒。鸩酒？那您赶紧下旨吧。走，快去救他们！你先别着急，这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朕身边抓了10几个人，还需要等你过来求朕，朕才知道怎么做吗？朕虽然不好公然抗旨，但是早已命人准备了解药了。真的？那你不早告诉我？不对，你是不是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给我解药？当然。朕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爱这个青梅竹马吗？我不是不告诉你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他就对我特别的好，以后我肯定是要嫁给他的。至于爱不爱，我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现在回答完了，你可以跟我去救人了吧？等一下，朕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你有话快说，有屁！皇上，您问吧，您快点问。你爱朕吗？这是太皇太后赐给你们的御酒，你们每人各取一杯，享用吧。这酒有毒。李公公，太皇太后为何要赐毒酒给我们？咱家也没有办法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。都怪你们的运气不好，看到了不该看的场面。李公公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请您帮我们向太皇太后求个情，饶了我们大家吧。咱家没有这个面子，更没有这个胆子。
这太皇太后的懿旨既然已经颁下来了，谁都救不了你们了。这毒酒，你们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李公公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李公公，我知道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服过大不完，都是鳌拜埋在宫里的棋子。今天，你若不救我和这些宫人，那么你的秘密，我也不会再替你保守了。为什么不回答朕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如果我说实话，我怕你不开心，不给我解药；但是如果我骗你的话，那就是犯了欺君大罪了。你就照实了说，朕答应，不论如何，都会救你的哥哥和那些宫人。真的？天子之语，金口玉言。不爱。这两个字说的真干脆，丝毫不顾及朕的感受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皇上是这个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人。可是作为老大，也许我会爱上结拜小弟龙三，但是作为奴婢，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。杀了他！李德福，想不到你要杀我灭口！快追啊！站住！快！李太医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李德福，你别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知道你是鳌拜的内奸了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有我妹妹易欢，我若是死了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李太医，你我都是同乡又同姓，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，可是太皇太后这懿旨一下来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除了照办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救了皇上的性命，又助皇上擒拿鳌拜，立下大功，太皇太后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置我于死地？哎，都怪你那个妹妹呀！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，她就无法无天。我在这宫里都已经几十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宫人敢打皇上的。易欢呢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太皇太后不会放过她。李太医，你先把我放了，继续替我保守秘密，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，我尽量求情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些宫人呢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咱们都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哪还有闲心顾及他们呀？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命。我要见皇上。住手！
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凭什么？李太医，朕赦你无罪。你现在马上和索额图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工人。微臣遵旨。这，快！李德福，这差事你办的可真是用心啊！皇上恕罪。石叔姑娘，老奴也是实属无奈。石叔姑娘，您大人大量，不要记恨老奴啊！中堂大人，公公有礼了。宫中一切可好？中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景象，老夫是历历在目。不过如今皇上翅膀硬了，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，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。啊，那中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每日给皇上一盅补药吧，接着看着他喝下去，懂了吗？奴才懂，奴才懂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公公，我这口技练得还不错吧？原来那晚你也在马车上，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？公公啊，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，带着黑纱，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痦子，所以我还是认出了是公公您。李欢，太皇太后果然说的没错，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。可是李公公啊，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，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李公公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。所以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起什么歹心，那我们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。但如果您的心里对我们兄妹两个，皇上，等等我。龙小弟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。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，但是朕已经擒下了鳌拜，真正亲政，朕必须坚持己见。不过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向太皇太后告密的人肯定是他。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李德福10岁就进宫了，侍奉过3代君王。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，打朕小的时候啊，就是由他把朕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太皇太后，这已经是惯例了。就算朕有不满，也无可奈何呀。没想到皇上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。当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。对了，大补丸的解药你搜到了吗？我哥哥还没有完全的研制出来，估计这个鳌拜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鳌拜虽然已经擒下，但他毕竟是3朝元老，他的一生功过十分复杂，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。而且他的性子十分桀骜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龙小弟，我是你老大，自古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没问题的我。朕真的是没用啊，连你都保护不好。龙小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然我会愧疚的。都快点，把药给我灌下去！把药赶快灌下去！快点，赶紧的，往这敲开！
给我喂下去！快！皇上，不必多礼，先救人吧。快救人！皇上，我已经安排他们把药德给灌下去了。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？药已经喂下去了，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什么？但是，这酒毒性实在太烈了，纵然服下解药，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。张嘴。你是说，他们以后都是哑巴了？是我害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哎呀，李德福啊，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，你真是不中用啊你！太皇太后，您息怒。奴才跟纳赛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，皇上跟李易欢突然来了。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，奴才哪敢不遵从啊？哎呀，皇上是中了李易欢的毒了，中毒不浅呐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李易欢给我叫过来。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龙小弟，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巴掌，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在朕的心中，一个好皇帝，与其让臣民们畏惧，不如让臣民们敬爱。难怪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你是全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了吧？易欢，朕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你更不可能会爱上朕了。也许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出宫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。停！走路的时候呢，手不能抬得太高，也不能放得太低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是规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我们这都练了2个时辰了，这早就过了饭点了。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，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？不可以。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，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。继续走吧。停！易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，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
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，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，哎呀，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讲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这就是咱们的院判大人。院判大人，你就是新来的李太医。晚辈李建清，望院判大人多多关照。这年纪轻轻就能到这太医院来当值，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这些灵芝呢，有10年生的、20年生的、30年生的、100年生的。药工们在晾晒灵芝的时候，突然下雨了，他们慌慌张张地抢收，把一些灵芝混在一起了。不知李太医可否3日之内将这些灵芝按年份分开，以便配药之用啊？3天时间，恐怕不合适吧？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1炷香。1炷香，这太狂了，这怎么可能？
自己坐着，有吃有喝的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受累。没事吧？起来，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好好练习，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在这跪2个时辰。刘嬷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，滑了脚。嬷嬷，这儿有蚕豆，您看，玉兰姐姐准是不小心踩到了，才摔倒的。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啊，我刚刚噎着了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噎着了？刚才口水没倒过来，一下子噎着了。口水没倒过来呀？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，还想蒙我？手拿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手拿过来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刘嬷嬷。哼，你还想抵赖吗？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！来人呐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忘了，我呢可是中堂大人的。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？你以为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？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，中堂大人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？你既然那么嘴馋，又担心挨饿，那我就罚你今天闭门思过，谁都不许给他吃喝。什么？宣判大人，晚辈已将灵芝分好，请大人检视。对呀。年纪轻轻，有如此造诣，实属不简单呐。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日后还要仰仗大人多多关照。好，有真才实学，不骄傲。李太医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还有一颗小蚕豆。好吃。但是还是好饿呀！我要饿死了，饿死人了，饿死人了！喝点水顶顶饱吧。不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好饿呀！
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，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。龙小弟啊，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？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？哎呀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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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？人呢？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饿死了！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，耶！走着，走了，生鱼片。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嘿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，吓我一跳！太爷。你还说是不是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嗨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吗？祸从口出，被我逮着了吧？走！哟，哈哈，哎呀，进宫就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。聒噪，不许再说了啊！喂，不是吧？我没杀你啊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不是吧？我把你给憋死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要不然我给你念《金刚经》超度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咱们储秀宫里喂了几年的鹦鹉，居然不翼而飞了。养在池塘里的锦鲤也少了一条。说吧，谁干的？知道吗？嬷嬷，玉兰、柔和、秀禾昨晚出去过。玉兰、荣慧、秀禾，你们出来。昨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秀禾妹妹半夜要小姐，夜里黑，她一个人害怕，我和荣慧陪她去的。只是去小姐？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偷个鸟、抓个鱼什么的？嬷嬷明鉴，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？可是除了你们三个，就没人离开过房间。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来人，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，打到招了为止。嬷嬷饶命啊！嬷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慢着，昨天除了他们三个，还有人离开过房间。谁？我。你？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？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！是啊，我闭门思过了。我一天没吃没喝，但是我总得拉撒呀。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不便发问。这批秀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，准是你昨天饿了一天，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？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？捉贼得拿赃啊！
我有没有冤枉你呢？我自然会查清楚的。不过这储秀宫呢，夜里会落锁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也出不去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一块儿给吃了？来人呐，给我搜！这，哼，老东西，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某某，没有。这个丝帕是你的吧？人赃俱在，还想抵赖吗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被发现了。不过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啊，我是路过，我就看着这只鹦鹉想偷吃那条鱼，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，我就拿我那个丝帕往他脸上一捂，没想到他就死了。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跟我口吐妄言呢！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20大板的，看你如此顽劣，胆30。这，哎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别忘了，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呐。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信，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？拖出去打！这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慢着。刘嬷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个秀女，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，就替她说个情吧。昨儿个皇上赏赐我很多珠宝玉器，只是这个镯子我戴着太大了，想来这大小啊，正适合嬷嬷你呢。哎呦，那就多谢厉贵人赏赐了。今天这事儿就看在厉贵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那就多谢嬷嬷了。这个秀女有些不懂规矩，不过长得嘛倒是挺可人的。嬷嬷不如把她交给我，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。厉贵人，你亲自调教，那自然是易小主的福分了。易欢，还不谢过厉贵人？易欢，谢过厉贵人。徐姐姐，师傅们真的不应该把你安排进宫。这大清的皇上是咱们最大的敌人，你却要委曲求全，委身于他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。你也别太怪师傅们了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尽快找到铜匣，拿到藏宝图和议事名册，壮大咱们联盟的力量。可是这是牺牲了你一生的幸福啊！个人的幸福比起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足为道。更何况，我早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
如果不是六师傅收养我，我可能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了。我跟六师傅名为师徒，实则亲同母女。可惜，好日子没过多少年，梅花门就遭到了血洗。倾城去找靖王，为我梅花门报仇。爹，我们跟你一起走。那个时候，我年纪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六师傅告诉我，那些杀手全都是清廷的走狗，凡是不归顺清廷的武林门派，全都遭到了血洗。这么深的血海深仇，让你一个弱女子来报，实在是…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跟我还不是一样吗？咱们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都是同样的命运。就连你和大师兄，你们一个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一个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，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也冒着险潜入这紫禁城了吗？可是我不一样啊，我进宫是为了引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只要一旦得手，我们就可以撤了。可是你要一直以身试敌，留在这紫禁城里，直到找到铜匣为止。你也不用太替我担心，我一进宫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。我跟六师傅正努力在宫中收买耳目，拓展资源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。雪姐姐，从小我就觉得吧，大人为什么总是宠你，给你贵重的首饰、好看的衣服，谷里牛羊挤的奶不给我们喝，却给你泡澡，原来是想把你养大送进宫里啊！哎呦，我小时候实在是太小心眼了，居然还会嫉妒你。一欢，那个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，难免会争大人的宠。以前全谷的人都宠着你，可我一进谷，大家却更宠爱我了。换作是我啊，我也会嫉妒。但现在你都知道了，在师傅们的心里，最宠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跟猪哥哥已经进了宫了，而且我还结识了皇上的心腹侍卫，叫做龙三。我们也会想尽办法帮你一起找到铜匣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个龙潭虎穴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雪姐姐，你看我这个好看吗？走得还真稳。爹，雪姐姐，那不是我爹吗？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？那不是你爹啊，那是李德福李公公，大内总管。厉贵人吉祥，李公公安好。孝女李一欢给李公公请安。
薛姐姐，你没骗我吧？那个太监真的不是我爹啊？他真的不是。我刚进宫的时候，一看到他也把我吓一跳，差一点把他错认成大师傅。可我再多看几眼，就看出了差别。大师傅为人严正，心地坦荡，脸上的神情总是很严肃，喜怒都能看得出来。而这个李公公却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，你永远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怪不得，你都被封为贵人了，他对你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恭敬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这李公公啊，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，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，再加上深得太皇太后的宠信，所以啊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特别巴结他，连皇后都不例外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贵人，他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怪不得呢。这个李公公刚才还对你打声招呼，跟我连理都不理。欢儿，你以后见到李公公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。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。哦，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，别人在背后害你，你却一无所知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哎呦，这皇宫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啊，从小一向在外面野惯了，如今也身不由己进了宫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你和你那个结拜兄弟龙三联系上没有？别说了，根本就没有。我们这个刘嬷嬷，简直不是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脱他那些眼线，我只好让朱哥哥帮我去联系了。那就希望大师兄能够联系到龙三，让这个龙三在皇上面前帮你周旋，这样，你还能安全一些。不然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也保护不了你。薛姐姐，六师傅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皇宫的厉害了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让薛姐姐、六师傅跟朱哥哥为难了。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。你说的话我们可不敢相信，但愿吧，但愿啊，你能老实一点。皇祖母吉祥。得了，不必拘礼。皇后，来坐吧。谢皇祖母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皇祖母，出了何事？哀家刚刚得知，这批秀女中混入了鳌拜的奸细。奸细？哀家是警告过他，以为他会收敛，没成想他更变本加厉了。哀家要是不给他发发威，看来他真是把哀家当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。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被院判大人留在院中值夜，没能找到机会出去。这几天夜里，我悄悄潜入御花园，每次等到半夜，都没能见到龙三。他会不会跟你一样，被派到某处值守，没有机会跟我对接啊？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问了那么多人，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。不是。嘘。他跟我说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？你没什么江湖经验，跟他交往又不深，他未必会真心对你。可是我们是拜了把子的。拜了把子又如何？你对他，不也隐瞒了你自己真实的身份吗？都怪我，每次跟他接头都在京城第1酒楼，什么都没顾上，光顾着吃了，都没打探出他到底什么身份。这个龙三，肯定是宫里的人，究竟是不是御前侍卫，就很难说了。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，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。我再找人四处打听打听吧。我让薛姐姐和六师傅也帮我打探打探。从昨天开始，
康熙那个小色皇帝就开始挑选秀女侍寝了。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？在此之前，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，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好好周旋。好，你最好画一张龙三的画像给我拿着画像去打听。好，今天晚上给你画，明天找机会给你。好，散了吧。太皇太后，秀女富察容慧觐见。容慧给太皇太后请安，太皇太后吉祥。抬起头来。是吗？哦，哎，玉兰姐姐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容慧姐姐她，容慧姐姐怎么了？她昨天不是被叫去侍寝了吗？她可是这批秀女当中第一个被叫去的，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？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秀禾姐姐也去侍寝了，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能不能好一点。我的天哪，我还是赶紧先画画吧。哎，朱哥哥，哎，康熙那个小皇帝简直太无情了，刚刚临幸完容慧，一转眼就不认人了，任由太皇太后就把他给杀了，真是伴君如伴虎。也不知道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找到龙三。龙三的画像呢？啊，全是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有点不太确定自己画的像不像，我就多画了几张。你这画的都是龙三？对啊，这张鼻子像，但是眼睛有点小。这张呢，这张眼睛画大了，下巴又不对。这张下巴像，可是眼睛有点小。这个眼睛还行，但是脸盘子有点大。哎呀，反正都还差不多，你自己看吧。环妹，以前在谷里上课的时候，就叫你认真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。看来，我还是去御花园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。你去吧。好。传皇上口谕，宣秀女玉兰侍寝。妾玉兰，谢皇上恩典。起来吧，随咱家前去沐浴更衣。李公公，秀禾呢？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哎，姐姐，公公，可知道秀禾犯了什么过错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？可否提示一下，也好让妾吸取教训。这个嘛，咱家也不清楚。主子们要赐谁死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，谁又敢多问呢？玉兰不会有，真后悔，早知道我就不进宫了。真像我这样。龙小弟啊，龙小弟，我要是再找不到你，恐怕我也顾不上什么执行任务了，只能一个字：脚底抹油。